顶个月底，屏东民用工厂大火死伤严重，讲到这工厂大火是真麻烦，消防拍火救灾风险嘛真悬。即阵台北甲台南都为外国进口一款消防机器人，有关救灾效率嘛保障消防人员安全。炮塔可做40度的抬升变化。点火无机着火烧，全坡甲火拍互花。这行这行进不的是台北市消防局为奥地利新进口的消防机器人。这台消防机器人通转水到80公尺高，全坡通到70公尺。那救灾现场有高烟，也有白烟的功能，可以做直线水雾的涉水以及泡沫的灭火。另外还可以排除火场里面的障碍物，尤其是在工厂的部分，或者是说，在一些特殊的隧道里面，让我们的消防人员救灾更为迅速，而且更为安全。顶个月底，屏东民用国际公司的工厂大火造成严重死伤，过身的名单包括消防人员。台北市消防局表示，工厂定有囤高风险的物品，那起火烧会较歹处理。这个消防机器人就通提供真大的帮助。我们目前呢是部署在福安分队，那福安分队的辖区呢是在社子岛，那社子岛基本上都是工厂林立，因此呢，当工厂发生火警的时候，因为它火载量的关系，所以会造成火势不易扑灭，而且也会不断的蔓延。那在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消防机器人就可以达到它救灾的效果。一方面呢，可以降低现场火灾的温度，那另外一部分呢，也可以降低救灾人员的风险。台北市消防局表示，这台消防机器人一台1000万，目前台北、台南拢有。台北市的机型有加热现象机，能通协助消防人员了解火场的温度，也通透过侦测人体的温度协助救援。未来别个县市若有需要，也通提供附近的县市使用。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。